再来是民进党新北市12选区的立委参选人，今仔日是烧招做伙去登记，来展现着大团结的气势。赖清德、尤锡坤甲窦英泰拢到场加油，来喊出着新北全雷打，国会要过半的这个口号。现场嘛来拄着代表郭家军，甲代表着民众党的立委的候选人，看来这个明年的立委的选举真激烈。新北全雷打，国会就过半。大声喊国会过半，民进党副总统人选赖清德替新北市12选区立委候选人戴棒球帽啊，穿棒球衫，代表12位强棒爱拍出全雷打。12席都能够高票当选的话，那我们今天会相当有信心，能够立法委员能够过半。民进党确定推出用得配的赖清德辅选行程真济，只是党内另外一位大将苏贞昌因为宣布政务还佫替因查某囝梳咖啡徛台，伤忝指出讲病毒感染，面的神经暂时麻痹。我们希望苏院长赶快的能够进到回到这个行列里面来，带领我们继续做事，继续冲。我们精挑细选的国会的新秀战将，这9位加3位就是我们的12强。当赖清德一家人致辞完要离开，拄到郭台铭陪同立委候选人李进英登记，双方卡庙的闪开，现场也有代表民众党的李明伟揸着太阳花来登记。明年这场立委的选战，唔难拿力，小党要抢选票，竞争是真激烈。